大家好，我係譚振國，我係第8屆新界北嘅立法會議員，亦都係新界社團聯會嘅理事長，同埋我都係新界青年聯會嘅主席。喺參選期間呢，我哋喺區入邊呢都聽到好多市民唔同嘅意見，知道咧佢哋都面對好多唔同嘅問題同埋困難。咁好希望咧喺立法會嘅層面上咧，我可以喺政策上咧係繼續幫我哋嘅市民排憂解難。例如咧，我哋亦都成功爭取咗啦，將呢個電費補貼係延期。咁嚟緊呢，我哋亦都好關注呢個電動單車咧喺社區造成嘅呢一個嘅隱患，以及咧係再造水呢個顏色太深嘅問題。其實新任立法會議員啦，咁確實真係覺得責任重大，的確係有一定嘅壓力嘅。咁但係我覺得呢一個壓力咧，就係我繼續服務好市民嘅動力。咁希望嚟緊呢，我會喺唔同嘅議題上，包括係市民最關心嘅交通啊、醫療啊、就業，都可以喺政策嘅層面上咧，繼續為我哋嘅市民去服務，可以將佢哋嘅心聲咧係反映到去議會嘅層面上。喺議會入邊咧，其中我會比較關注嘅一啲議題咧，包括首先有交通啦。其實喺區入邊都聽到市民對於呢一個交通擠塞嘅問題咧，佢哋都非常嘅關注嘅。咁我好希望咧可以繼續喺議會度推動基建先行啦，開緊工嘅工程希望可以加快如期落成啦。咁未開工嘅咧就希望可以加快上馬。另一方面咧，我就比較關注有關市民就業嘅問題。我喺立法會提出嘅第一個書面質詢咧，就係有關確保本地勞工就業優先。我哋覺得咧應該要檢討輸入外勞嘅機制啦，嚴厲打擊黑工，確保咧我哋本地勞工可以就業優先。喺未來4年嘅議會任期入邊咧，其中一個我好希望可以聚焦嘅就係北部都會區嘅發展。咁我好希望咧可以利用我自己喺唔同界別嘅人脈啦、經驗啦，去令到北都嘅發展可以提速提效，從而令到市民咧可以更快咁樣分享到北都發展嘅成果。咁其中啦，我都好希望喺醫療方面爭取咧落實呢個新界北嘅聯網啦，為北都嘅市民咧係增加更多嘅醫療資源。咁另一個方面咧，我亦都好希望大學城咧可以盡快上馬，咁形成一個咧全面嘅產業鏈，令到咧呢個北都嘅企業亦都可以加快咁樣去進駐。北部都會區咧係香港未來嘅新中心，亦都係我哋經濟嘅新引擎。好希望咧社會各界咧可以團結一致，我哋共同攜手一齊咧共建北都。